花莲大地震造成的灾情，即马拢要搁继续咧救灾。即马有搁较侪地震当时生死瞬间的影片传出来。有驾驶赛车伫咧九曲洞，拄着大细粒石头，都袂输是炮弹安尼一直弹落来。另外，阁有民众驶伫咧台六股台北线，才拄啊听到地震的警报声，马上石头就上落来了。加在两个驾驶拢有及时驶入去磅空的安和区，躲过死劫。石头一直落落来，大粒的石头搁炸土粉为山壁直接喷落来，袂输是炮弹。车祸石头牵着，才无几秒钟，石头含土粉就甲后壁的挡风玻璃晃起来。地震的当下，九曲洞西口有惊险的画面。警报开始亮，台北线顶赛车到一半，石头开始落。目前呢，石头含树仔拢为山壁出落来，磅空是全营业，完全看无，日时转变暗时，人含车拢放掉伫磅空。不过捡回来一命，拢是因为米里米安全区域。我们的警觉性会很高，因为落石前，它一定会先掉那个小石头，要不然你用听声音也知道，一听到落石，然后车子去停，然后看那个落石的方向在哪里。地震的当下，东伟建设工程人员秘伫咧寒冬躲过一劫，用家己的经历来分享，除了爱注意石头落来以外，阁爱看山架的状况。你的护栏外有没有下边坡？如果有，那你就赶快跑下去，先暂时躲在河床的正中间。如果有航管，那就赶快躲到航管里面。再来就是，除非你的车子是在隧道里面，那其实隧道里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。其实水井一跳下去，它就接受航管了，你可以往航管那个洞里面。伫山区拄着地震，先详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倒位会当避石头，保护家己的安全是第一条件。为空中看落去，地震当下，台六股山区因为地震来崩落，真侪咖啡色的土拢看会到。壮丽的山景伫咧大灾难时，恐惊处处拢是危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